歡迎各位嚟到張科員跑馬4.0嘅頻道。咁啊，呢一集咧，我哋都講翻近期澳洲騎師啲表現啦。咁啊，張生呢排有咩留意到啊？好啦，咁啊，首先開場白講講啦，就係我哋近呢個月咧就被逼咧個錄音室啊，一個當然免費嘅借出嚟嘅人啊，即係租用嘅免費租用嘅錄音室，咁啊做呢集節目啊，效果一般，因為嗰個錄音室唔係錄影室嚇，咁啊同好擠逼嘅，又係俾一個人用嘅，夾硬塞兩人入去啦，咁啊效果唔係幾好，咁啊但係就冇辦法啦嚇，即係我哋叫馬死落地行嘅啫。咁啊做咗都差唔多個月噶啦，咁而家咧復常咧就立翻個都唔係立啊，我自己嗰個原本做開個根本仲喺災場入邊，都唔知幾時解封啦。即係喺家居嗰度咧係做節目咧舒服好多，同埋咧講嘢係容易啲啊。正常翻，我哋以後咧安排到時間，咪一個禮拜做起碼3、4集啦，可以傾下偈嚇。咁啊〜大家即係逐步復常啦。好啦，咁啊講翻潘頓好犀利啦，呢兩個賽就贏咗7場，布文都贏2場。咁我哋稍後先講佢哋成績啊，想講下啲即係花絮啫。就上個禮拜艾杜拿咧，就係因為少受傷嘅關係啦，咁啊佢 book 嗰啲坐騎嘅時候咧，就 book 咗啲輕磅，都唔係輕磅嘅，根本即係好，即係真係唔係輕磅，中下磅嘛，都要被逼逆配，因為個賽例咧就係120磅以上係唔準超磅嘅，連1磅都唔準嘅。咁佢有3隻馬咧，係因為係123磅嘅，係咪122幾磅、122磅都騎唔到啦嚇。咁啊，即係佢本身要123磅先可以策騎噶，咁啊逆配，咁啊冇罰佢錢嘅。咁啊，我哋初以為一定罰你錢咧，終於冇罰，咁或者情有可原啦。即係理論上話，我可能話，我原本咧係去做運動嘅，點解受傷運動唔到，減唔到嗰1磅啦？咁勉強情有可原啦。即係喺度講啊，香港馬會都唔志在嘅，你嗰1萬幾千咧，咁啊冇所謂啦嚇。咁啊，但係有個特色啊，潘頓咧係一哥嚟嘅，一哥咧反而係成而家嗰4個澳洲騎師咧做個磅位最輕呢個，所以一哥喎佢就喺120磅一定做到119都得嘅。咁啊上個禮拜甚至可以接騎咗118磅我照騎，咁即係話咧超咗2磅啦，咁就起碼去做119係冇問題嘅，即係略為辛苦啲做119，所以佢成為一哥即係有理由嘅喎，因為你唔好忽視啊。因為你由119至到123、124磅都好多馬噶，每場梗有幾隻噶嘛，咁幾隻都梗有1、2隻係贏得噶嘛，長期咁樣你騎唔到，再中下磅馬咧，你又冇咗好多頭馬咯。好啦，咁我哋睇慣咗即係而家近呢幾年啊，大家馬迷睇慣嗰啲各地賽事咧，都知道就馬匹嘅副磅啊，世界上各地都有唔同嘅嚇，但係大家都知道。歐洲特別英愛係最重磅嘅，一般嘅讓磅賽咧，隨時140磅、145都有，係嘛？咁啊好輕磅，輕極咧。我以前見喺英國咧，就見過106磅嘅，唔係計入室減磅喎。但係而家都冇咗㗎啦，已經冇可能再有100幾磅嘅減咗 A 仔你唔計嚇，冇㗎啦。咁但係咧，始終嚟講英國嗰個磅位咧係最重嘅。即係最高啦，應該咁講。然後最低嘅磅位係美國嘅，美國嘅123磅已經係頂磅，通常出賽117、118啊、116、115咁樣跑嘅嚇。然後咧澳洲啊介乎中間嘅，澳洲又輕過香港少少嘅。即係如果咁樣排咧，就係英國、香港、澳洲。然後美加嘅呢個澳洲大家都知㗎啦，用 kilo 唔好計啦，總之係56咧，亦已經係唔算輕嘅，58咧已經係重磅嘅，如出嚟推。咁即係話實際上咧，佢哋係輕過香港嘅即係嗰個磅位係低過香港。咁但係比較特別啲喎，講反而嚟香港嗰陣咧就唔係啲澳洲輕磅騎師喎，全部都係嗰啲即係中年發福嗰啲騎師喎。中年發福而成績中上嗰啲騎師，唔好計布文啦，布文太犀利，即係話佢嘅特色係咁嘅即係而家佢哋咁分途發展啦，艾杜拿啊、奧爾文走咗之後咧，咁嗰啲後生啲輕磅騎師又多啲機會㗎啦嘛，當地無謂派啲輕磅騎師嚟香港同阿潘頓爭啊嘛。
哦，咁嗱，譬啊如你簡單嚟講，你派個118好手17磅，哇！咁佢始終立到啲頭馬同個潘頓爭咧坐騎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根本嗰扎澳洲騎師冇一個可以同阿潘頓爭輕磅坐騎，嗯，真係好嘢，佢哋嘅安排真係好嘢。我唔認為係巧合㗎。我唔認為係喺咁啱啊！呢個重磅騎師嚟申請個牌啦，咁我認為唔係嘅。我認為澳洲馬圈係有個共識，唔好講係陰謀啊，共識係咁樣分途出擊啊！你哋香港個磅位重啲，我咪派啲略為冇咁重磅啲騎師啦，嗰啲嚟揾食啦咁。誒，嚟講即係呢個司馬超之心，即係太明顯啦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嗱，相對我哋正話講歐洲個磅位係最重嘅，咁但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最輕磅咧？嗰啲外籍騎師全部都係歐洲騎師歐洲嚟㗎，騎師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巴道啊、艾係兆禮啊、巴道15都做，有時做到嘅，艾兆禮117啊，好似班德禮116都騎到嘅。總之而家嗰扎成扎咧，唔計嗰啲客串嗰兩個啦，即係總之全部都係輕磅騎師嚟。咁即係咧呢個好諷刺嘅喎，因為歐洲咧嘅大騎師咧唔多輕磅騎師喎。因為佢個傳統個觀念咧係標準磅126磅，你終於騎到平磅賽 Group Race 咧就得㗎啦。即係譬如以前莫迪啊，到最後嗰幾年咧，佢要騎做126、127嘅，咁佢嗰啲 handicap 啊，嗰啲輕磅馬完全唔騎唔到嘅，冇所謂。但係最緊係大賽平磅賽譬如好多一級賽啊、二級賽都係133啊、132啊、131啊、128、126咁，總之你騎到咧。就嗰個大騎師就冇影響嗰個出路嘅。咁而家呢紮騎師嚟咗，全部艾兆禮啊、巴道啊、嗰啲全部都係我應該咁講係一級尾二級頂嗰啲騎師啊。理論上就佢根本好容易喺歐洲嗰度啦，立好多嗰啲輕磅嘅 handicap 馬贏得咁馬嚟騎嘅。但係反而咧呢紮咧全部嚟晒香港。即係仲好揾食啦，獎金高啊，揾食啊！巴道曾經係2、3名，咁而家發覺咧嚟香港咧，只要唔好影響到澳洲騎師嗰個自尊地位咧，長揾長有噶啦。你仲要喺一年贏20、30場，最多40場咧，你唔好挑戰嘅前列，唔好衝入前2、3名咧，你係長揾長有。艾少禮舊年係已經成績好好噶啦。今年已經係夠啦，嚟講贏多5場，贏少5場有乜所謂啊？佢要證明咗自己有料，企穩咗啦，受落咗啦，插咗旗啊！我哋俗稱已經插咗旗啦，長穩長有。係啊，呢啲難得佢呢班澳洲騎師嚟到香港之後，個磅位就冇增加喎。都一定莫雷拉 keep 住都唔得喎，莫雷拉初期113我哋香港，後走嘅時候要騎已經騎116啊，156噶咯喎，係啊，好辛苦好啲奇怪啲點即係呢啲好奇怪。嗱，我只係想補充一句啦，琴日咧就潘頓贏2場，布文2場穿 Q。嗱，再睇翻個成績咧，個成績表咧，布文咧而家第2位啊，但係嗰個第2啊，跑第2嗰個比率係多過第1好多嘅。即係嚴格嚟講，佢穿 Q 率好高嚇，咁令我想起咧70年代其實澳洲都係咁報咁嘅陣嘅。澳洲馬圈咧70年代初職業賽頭嗰幾年咧，澳洲騎師澳洲馬圈咧或者澳洲騎練嘅人咧都係報呢個陣。當時嚟講咧，澳洲係摩加尼冠軍人物因為要行正派騎贏大熱門啊，成日要贏馬嘅。亞軍咧就白禮帝Glen Petty。咁呢個星馬冠軍澳洲騎師，即係所謂澳洲騎師，我諗白禮帝而家睇翻轉頭，連杜頓嗰級都未到嘅。不過唔緊要啦，即係總之喺嗰個時代已經係好好騎師嘅。咁然後就馬比特專贏半冷門嘅，即係佢哋個佈陣係咁噶。正派咧就係摩加尼，然後咧就馬比特咧就死火得做反派。然後白禮帝咧就係好騎師，就都係贏熱門嘅，有冷有熱啦。咁但係呢3個騎師嘅功力根本完全都不及當年嘅蘭尼啊！蘭尼根本係澳洲1級騎師即係同佢呢啲咁嘅即係二線騎師咧係高一班嘅。咁但係蘭尼咧就係出現呢個問題啦，佢重磅啊！
佢後期重磅到嗱，香港佢早期咧好重磅嘅，香港蘭尼嚟嘅時候，香港仲要有147磅嘅馬嘅，啊咁但係蘭尼130幾啊，好輕鬆啊。咁跟住蘭尼嚟咗之後咧，每年嘅磅位，而家職業賽一路減，先取消147，跟住降到145、142、143，去到近後期140係頂磅啊。咁啊，即係蘭尼嘅坐騎咧係越嚟越少嘅。本來仲可以騎多2年都早啲退休，但唔好理佢啦。但當時佢哋嘅佈陣咧就係，既然摩加利要做正派冠軍騎師，咁啊馬比德又要中，白禮帝有贏交頭馬，一定保證係第2位。白禮帝係保證嘅，係喺呢個摩加利之後嘅，即係唔可以超越摩加利嘅。當然你冇可能啦，摩加利有老豆支持係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哋澳洲頭嗰啲頭馬咧就呢三幾個人就分嘅，冷嘢啦分好啦。然後咧，我哋當年啊，我未入行啊，我哋嗰代嘅馬迷已經講蘭尼係 Q 王，功力最高，所以咧就可以好適當地咧，俾嗰啲兩個啲需要贏馬嗰啲澳洲騎師贏，而佢咧負責上嚟穿 Q 贏錢，係呢叫 Q 王。咁啊，蘭尼嘅尺寸都好嘅，佢後上啊，即係佢永遠佢又唔係話即係話咩個，總之佢留一略為後，翻到嚟衝一段啱第二，影響唔到嗰個頭馬，咁又中 Win Q 齊中，咁所以佢嘅佈陣係用最叻嘅澳洲騎師咧，亦都最重磅個咧，要嚟叫咩咧？叫保中啦，即係 make sure 即係佢打全中嘅，好叻㗎！佢哋呢個澳洲馬圈嘅人計到你盡晒滴水不漏。咁而家布文就係啦，你琴晚睇到啲賽事就係佢成個後上啱啱衝到上嚟好勁，但係就衝過晒所有嘅馬，跑第二就對頭馬冇威脅嘅。啲尺寸好到咁，所以今日嘅布文等於係70年代嘅蘭尼啊！佢一樣咁嘅佈局，亦都係最重磅嗰個騎師。布文係重磅，即係重磅個又重磅個艾杜拿，高級數又高啲，又高過奧爾文咁，所以佢就負責啦，負責穿 Q 即係等於我結論就係今日嘅布文令我回想到當年嘅蘭尼啊！咁蘭尼當時，我想再講埋呢句嘅完結。蘭尼我喺大概181、182嘅時候82、83訪問佢，嗰當時我係淨係寫號外，未寫馬經嘅訪問佢。咁我話問佢，佢話點解你成日跑第二咧？佢話跑第二好啊，啲馬用力唔多嘛，用力唔多咧，咁咪翻去咧就食料食得好，下次狀態更加好嘅，下次又有機會穿 Q 或者贏馬。蘭尼當時嘅訪問稿係咁樣，係嘛？我就因為騎得輕鬆，所以對嗰啲馬係有幫助嘅，再狀態提升係有幫助。呢個就係當年蘭尼嘅訪問嘅弦外音嚇。咁只不過一個問題，上年嘅布文嘅入 Q 少啲嘅，今年就明顯唔知點解多咗咁多啦。今年係咪？咪多咗啫，多咗人腳啊嘛！舊年得3個啫嘛，奧爾文未嚟啊嘛，仲要加個湯姆森，嗰係湯姆森，嗰個比較水皮啲嗰個。人腳多咗啊嘛嚇，而家人腳多咗啊嘛。哦，咁唔係，咁啲起碼佢奧爾文就好過湯姆森嘅，成上年湯姆森都喺度噶，不過就專門喺度做啲二打六角色。湯姆森唔係嗰級啦，又低啲噶啦，又低啲噶啦，湯姆森嚟咗，所以佢而家今年個排陣更加容易，更加容易再係俾佢安排得到啦。好啦，咁睇下之後佢哋發展如何啦。各位想繼續聽我哋啲海外賽事嘅職場嘅分析咧，咁我都歡迎可以成為我哋嘅收費會員啦。咁啊每個月150蚊嘅啫。除咗開賽事之外咧，係可以聽埋張生喺本地賽事嘅職場喺呢個沙圈嘅提供嘅嚇。咁咧每日一日裏邊通常都有入馬就可能有8、9場啦，係嘛？最少咁夜馬8場啦，大約都係即係得2場冇嘅啫，或者基本上大致上都應該有講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想聽下張生喺本地嘅賽事嘅沙圈即場提供，同埋歐洲主要集中喺歐洲賽事嘅海外賽事咧，咁可以成為我哋嘅收費會員嘅。成為收費會員嘅方法，可以睇 YouTube 文字版裏邊有 link 個 keyword 咧，就我知道成為收費會員辦法噶啦。咁你都歡迎繼續可以分享我哋啲免費頻道，同俾個鼓勵嘅 like 俾我哋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